各项物件拢会起价哦，向清洁公司处理垃圾费用嘛得起。台南某都真侪大楼的管委会要求讲环保局来帮因摒垃圾，望讲会当减轻民众的负担。目前是有14栋大楼申请，也毋过环保局是表示讲因的骹手无够。有民意代表就建议环保局设一个平台，帮到大楼来找载垃圾的业者哦。环保局是表示会来研究。 看到垃圾车来啊，厝边隔壁拢赶紧冲去等垃圾，就是惊若袂负担掉，就要家受办法。最近有风声讲，若是叫清洁公司来清垃圾，就要起价。但即马嘛有真侪大楼管委会拢要申请叫环保局来协助清运。说我们大楼垃圾也不是说很多，居家都是一点点而已啊。然后你的垃圾如果又要再另外额外收费的话，是很麻烦又很贵。垃圾是随着水费去征收的啦，所以他有缴水费，然后他没有取消那个征收的费用，其实他应该要来收啊。 有的大楼注意讲，垃圾一个月清一届就要3万起跳；有的大楼佫因为氛围无好势，结果清洁公司车出去，人煞无爱收，拢要订个分过，所以才会讲起价来处理。毋过，佫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垃圾场嘛无够准啊。因为他们没有分类啊，就全部丢成垃圾啦。然后他再去的时候，他也被打回，不会跳回来啊。 环保局表示，目前已经有14栋大楼申请，嘛有加一组人甲车去倒载垃圾，毋过上济就干那会当应付25栋，佫济嘛无法度。民代认为，若环保局会当建构平台，替大楼来找清运业者，嘛是一种办法。11月份之后，高雄市的他们的这些处理的这些焚化炉又不收外县市的清运费的价格会暴涨，所以源头管理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源头。 是因为我们处理垃圾的能量不足。台南公有大楼超过3100栋，若全拢要叫环保局派车来清，除了人无够，车嘛未负载。针对民代建议设一个平台到处理，环保局表示会搁再建议讨论。记者综合报道。